冬瓜粒湯泡飯食譜。冬瓜粒泡飯呢，咁你就準備冬瓜300克啦、雞胸肉、豬肉啦、葱啦、薑蒜、高湯或者水、鹽、胡椒粉我打咗出嚟㗎啦，醬油、泡飯、白米飯、香菜或者葱花。咁你大家喺鍋入邊加入適量嘅植物油，放入薑片同埋蒜末，稍微翻炒出香味。加入切好嘅雞胸肉或者豬肉，翻炒至變色，加入冬瓜粒，翻炒約2分鐘，讓冬瓜粒稍微出水，倒入高湯或者水，煮沸後轉小火煮約10到15分鐘，讓冬瓜變軟。根據口味加鹽、胡椒粉同埋醬油調味，煮幾分鐘以讓味道融合。泡飯呢就將煮白米飯盛入碗中，然後將滾熱嘅冬瓜湯倒入飯碗中，讓白米飯充分吸收湯汁。可以在湯泡飯上撒一些切好嘅香菜或者葱花，以增添風味同埋顏色。熱騰騰嘅冬瓜粒湯泡飯即可享用，清爽又美味。冬瓜粒泡湯飯呢完成啦，大家請點讚關注。